新竹科学园区40周年庆，科技业的4大带头做伙就台领奖。联电创办人周兴成伫咧新竹科学园区40周年，来到台顶领奖礼事进前，为民雄雄挖去倒平。原来过去的竞争对手，嘛是半导体先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，奖领员就坐伫咧边啊。两个人20年无共台，因一摆见面，互台下人真感动。园区有2个很大的功能，它供应了2个很大的功能，一个就是土地，那另外还有这个单一窗口的进出口的服务。群体的成功啊，也事业成功，其实是大家的力量啊。那我们很荣幸能够在中间扮演一个小角色。新竹科学园区40年来替台湾科技业创造商机，宏基创办人施金营、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，把拢真甘心。我记得当时要进来的话，是国科会的，应该是主委、主席，然后各部会的副首长呢一起来核准。所以当宏基能够核准到科学系来，算是很大的荣耀。那我最大的期待当然是说，有更多年轻的人才继续加入这个充满挑战的半导体产业。科技业4大龙头共台，嘛互人注意到张忠谋吐乖啊出场，唔可以解说，迄是观察发验，希望大家莫烦恼。